接下来第八节目是合唱，那是合唱。这个合唱是由严宜通先生带领，伊的内底有一个赖品珍，赖品珍已经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，伊拢做足多的片，她顶下要唱的第3甲第4拢伊的作品。本来有一个吴珊珊，伊是咱卡拉 OK 比赛冠军，因为伊拄好重感冒，所以袂得来，道歉。接下来有卢随人、唐雅丽，这是严宜通先生带领，而且有阵啊，像严太太、陈琼英，来给来钢琴伴奏，还有赖品珍。现在就由严宜通先生他们的合唱团出场，谢谢。接下去是来大家有鼓掌。接下来就是分的3支马，真感谢大家会当放下筷子听阮唱歌，检查一两嘴哈。再来这条歌叫做《分的3支马》，我是嘉义人，我写的是北江溪。我的愿望就是有快乐的台语歌，有简单好笑的台语歌。这条歌有得到台湾100酷1年流行音乐比赛的第3名。希望大家会当听有歌词，会当听有歌词。台语风吹是名词，还是动词？风吹是名词，还是动词？这留互恁思考。请大家来欣赏这条《分的3支马》。